你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又有一批香港人坐船去釣魚台宣示中國擁有主權。參加15大嘅新疆官員首次證實，分離分子上年年初開始活躍。印尼反華暴動至少導致20幾人傷亡。各位詳細嘅內容，8個本港保釣人士再次由香港出發，坐船前往釣魚台，準備宣示中國主權。船隻今晚預計會經過福建對開水域㗎，預料星期日嘅上晝將會抵達釣魚台對開海面。部分嘅成員表示有心理準備會受到日本方面拘捕。李敏華報導。艘保釣船依家已經過咗海陸豐，現時天氣良好，照依家嘅航行速度，大約喺星期日上晝到達釣魚台水域。其中一個負責今次行動嘅成員黃偉明話，較早前同船上嘅成員用海事通訊器材通過話，暫時船上嘅情況良好。尋晚嚟講有少少雨啊，就有少少風浪，但係今日嚟講已經稍為收咗啲風啊嘛，海面狀況都唔錯啊，個人健康好好，冇雲浪。佢又話唔用衛星電話係想避開日本方面知道艘船嘅位置，而船上亦都準備咗一隻喺保釣號上用過嘅快艇，用嚟登岸。當接近釣魚台海域嘅時候，會有3至4名嘅成員攞住國旗同埋區旗坐快艇登岸，並且會拜祭舊年喺釣魚台水域遇溺喪生嘅陳毓祥。黃偉明話：今次秘密出發，事前並冇向外宣佈，係希望可以喺日本冇防備之下突圍登上釣魚台。佢哋亦都有心理準備。拘捕呢個完全唔怕㗎啦，咁辛苦個行程去嗰度啊，呢個完全有晒心理準備啦，應該。而借出艘船嘅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曾建成話1個月前已經應承借出艘船，並且交流過意見。船上一行8人，當中包括5人曾經喺舊年坐過保釣號去釣魚台。佢哋尋晚以賞月為理由，由香港出發去釣魚台。亞洲電視記者李敏華報道。行政長官董建華喺世界經濟發展年會上強調，亞洲地區同埋中國喺21世紀世界經濟舞台有相當嘅重要性。佢又話，中國加強軍備唔係要擴張勢力。梁麗常報導。董建華喺年會上發表演說時，提到西方國家成日用人權狀況或者係中國威脅論嚟到評估中國，但其實近年中國喺經濟同埋民生發展上嘅成就有目共睹。佢話社會穩定對中國發展好重要，加強軍備係有需要嘅。Like many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the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is not a tool of expansion, but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a political statement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佢又話，由於外界對中國嘅印象會影響香港嘅未來，所以需要替中國講説話。佢又話，香港回歸之後，市民信心上升，除咗反映社會信任中國以及係一國兩制之外，仲因為相信中國領導人能夠帶領香港進入21世紀。佢又提到法治對香港嘅重要性，貪污一定唔能夠容許。We will maintain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and will maintain that no one, chief executive included, is above the law. 而當董建華重申現時本港嘅政制民主發展步伐符合呢一度嘅情況嘅時候，仲引嚟全場掌聲。亞洲電視記者梁麗常報導。喺北京，新疆自治區官員喺中共15大記者會上透露，分離主義分子自從上年2月已經開始進行一系列嘅恐怖活動，目標係親政府嘅宗教人士。今次係今年2月發生烏魯木齊巴士爆炸案之後，官方首次證實分離主義活動由上年年初已經開始活躍。李彤喺北京報導。
根據官方嘅公佈，喺今年2月新疆巴士爆炸，造成9死57傷之後，先至掀起新疆分離主義分子一系列嘅破壞活動。不過，新疆黨委書記王樂全喺15大舉行嘅記者會上首次透露，分離主義分子嘅活動喺舊年2月10號已經開始活躍。2月10號開始有這麼一夥暴徒，就接二連三地製造了一系列的殺人這樣的事件。大概最多的一次是去年的4月29號，他殺了7個人，都是我們很好的愛國的宗教人士。佢又話對呢一啲分離主義分子絕對唔可以妥協，因為佢哋係要推翻政府，建立單一嘅伊斯蘭國，又濫殺無辜。你想怎麼對他實行萬火政策？我們中國的傳統，殺人要償命，對這樣的一些暴徒，沒有辦法對他寬容。而喺同一個記者會上，嚟自西藏嘅負責人亦都藉住機會反駁西方傳媒嘅報導。佢哋話從來都冇破壞過西藏文化。新疆同埋西藏嘅民族問題一向係西方傳媒關注嘅焦點，而每逢呢一類大會，都會安排佢哋嘅負責人見記者，反駁一啲西方傳媒嘅負面報導。亞洲電視記者李彤喺北京報導。中共15大聽日閉幕，選舉近400個新一屆嘅中央委員同埋候補委員，而預選今日已經完成。劉美文喺北京報導。15大主席團較早前下達400多名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草案，俾15大代表討論。經過連日嚟嘅醞釀以及激烈競爭，喺今日嘅最後預選中淘汰咗近1成嘅候選人，然後交由主席團確定第15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據了解，全國各省市以及中央國家機關同軍隊嘅主要負責人都入選成為候選人。喺聽日嘅閉幕會議上，黨代表會以不記名嘅方式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委員。佢哋會喺後日召開15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中共最高權力領導核心，即係政治局常委，就會稍後誕生。新一屆嘅中央委員會喺聽日嘅閉幕會議中產生，但係整個選舉過程，中外記者都唔可以採訪，只係可以喺稍後時間採訪由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嘅閉幕詞。亞洲電視記者梁慧文喺北京報導。今次中共15大嘅其中一個重要嘅議題係嚴管黨風，防止腐化。我哋記者李志華到中共革命嘅發源地井岡山，同一啲老黨員傾過。15大其中嘅議題係要嚴管黨風，防止黨員腐化。而喺中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有啲老黨員認為，透過宣傳井岡山精神，有助於糾正黨風。85歲王傳煥住喺井岡山山腳嘅太和縣，係碩果僅存參加過長征嘅老紅軍。我生是黨的人，自家是黨的鬼。我呢是從小就是黨的培養我。王傳煥話：老革命黨員願意為黨犧牲一切，同而家黨員有啲唔同。這個腐敗的現象，對吧？還有呢這個貪污腐化，還有作風害家啊，還有拉款。這些有不有的？現在還有，這是少數。我們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還是好的。喺國共合作失敗之後，毛澤東就帶領咗軍隊退守井岡山，喺度建立革命根據地。好多黨員會嚟到呢度學習所謂嘅井岡山革命傳統。毛炳華係退咗休嘅黨員，1950年入黨，1968年嚟到井岡山做博物館嘅館長，而家就義務宣傳井岡山精神。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應該站在貧苦農的立場上，站在黨的立場上，不能有為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打算。毛炳華話：兩代黨員都服從黨嘅領導，但而家年青黨員就會多啲考慮個人嘅意願。亞洲電視記者李志華喺江西井岡山報導。尋晚中秋節，雖然政府宣布禁止市民煲蠟，但係仍然有人冇理會，結果導致多宗嘅煲蠟意外，一共有21個人受傷，而家仲有5個人要留院。李敏華報導。尋晚本港多處地方發生多宗因為煲蠟而被灼傷嘅個案，其中喺黃大仙龍蟠苑對開嘅公園，一名5歲嘅女童被熔蠟彈傷，救護人員到場立即幫佢包紮送院。而女童嘅父母亦都陪佢上救護車。尋晚一共有21人懷疑因為煲蠟或者玩火而受傷，年齡由5至70歲。另外，尋晚喺維園亦有唔少嘅市民喺度玩蠟燭，雖然間中有驟雨，但係節日嘅氣氛仍然相當濃厚。
不過熱鬧過後，朝早嘅維園就變成咁樣。維園周圍堆滿垃圾，工人都忙於清理，而地下同一啲嘅欄杆都佈滿溶咗嘅蠟。由於市民留低唔少嘅食物，吸引咗一大班白鴿幫手做清道夫。亞洲電視記者連敏華報導。琴日由於天氣差啦，本港睇唔到月全食㗎。不過喺世界各地啦，都有機會欣賞到本世紀最後一次嘅月全食。任善芳講下。雖然香港凌晨因為天氣唔好而睇唔到月全食，但喺以色列嘅耶路撒冷市民就好彩，抬頭就可以用肉眼清楚欣賞到整個月食過程。喺英國，亦有好多人專程去到倫敦天文台欣賞月食。月食奇景比日食多，而形成嘅過程係由於地球運行到太陽同月球之間嘅軌跡，阻擋咗太陽嘅光線射落月球表面。科學家預計英國要到公元2000年初，至再會見到另一次嘅月食。亞洲電視記者任善芳報導。印尼南蘇拉威爾省連續2日導致20幾人傷亡嘅反華暴亂受到控制，警方指揮官否認事件係針對華人，而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就暫時未收到當地港人求助嘅要求。邱慧玲報導。喺南蘇拉威西省府烏庸潘當嘅警方話，情況已經受到控制，周圍都可以見到戒備嘅防暴警察，但當地居民特別係華人仍然唔敢外出，周圍都可以見到受到破壞嘅痕跡，特別係華人商店受到襲擊同搶掠，一間華人廟宇受到破壞，泊喺路旁嘅汽車都成為攻擊對象，唔少民居同商業建築物嘅玻璃窗被掟爛。為咗避免再受到襲擊，商鋪仍然唔敢開門營業，但係部分地區仍然見到有人掟石破壞，直到防暴警察趕嚟驅散。警方扣留咗79人問話。今次反華暴亂係由於前晚一個精神有問題嘅華裔青年斬死咗一個9歲嘅回教女童而引發。呢個青年後嚟亦都被一群回教青年打死。由舊年開始，印尼已經發生過多次排華事件，但當地軍方指揮官否認今次事件係針對華人，而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就表示冇收到港人求助嘅消息。到目前為止，沒有聽說有我們的香港同胞，或者是說我們的中國公民，在這個事件中間，受傷或者死亡的消息。大使館也沒有收到有關什麼我們的僑民或者是香港同胞要求，或者台灣同胞要求我們使館，向我們求助的或者希望提供幫助的消息。佢表示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亞洲電視記者邱慧玲報導。陣間返嚟我哋會報導，今個學期有出版商因為教科書改唔切版，推出嘅臨時課本錯漏百出。美國又有2架軍機相撞，成為4日內第5宗嘅戰機失事。師奶殺手陶大宇殺入亞視，擔任阿姐司儀，更即席唱情歌。若我想你怎麼躲？今晚同你睇真啲。突破極地動力。是阻力如無物。凌駕路上一切駕駛感受，讓你挑戰天空宇宙。全新美孚火箭無源電油，火箭動力路上演繹。美孚引發非凡動力。係一間由設計2005屋企，佢擁有一個完美嘅組合櫃，放置晒佢心愛嘅影音器材，而佢太太亦都可以擺放所有私人珍藏。佢哋各有所得，果然係完美嘅組合。設計2000係你理想嘅家園。各位觀眾，食雲大街小巷嘅漢堡 XO 醬隆重登場。大老闆嗌佢嘢未成為，小職員話擔落冇得揮啊！大公司呀，大好形勢，小家庭親親呀，大丈夫話味道至出位，小婦人話請客夠經費，食飯煮餸啊一斤仔，小菜都變得夠大鬼咯！食飲食好味道，當然食緊漢堡 XO 醬大小通吃。
爸，我想同你講聲，攞唔攞到唔緊要嘅。等陣啦，我先同你講啊。手機啊！阿爸，我想到電影啊！我邊有咁多錢？我諗夠你讀1年。得啦，我應承你啊，我俾心機㗎啦。阿爸，你保重啊！呢個獎係屬於另外一個人。各位，呢個人就係我爸爸。為你做的必定要出色，數碼通。我細個嘅時候，爹哋媽咪好中意摸我，話我又嫩又滑喎。嗰時我用嘅係強生嬰兒沐浴露，今日仍然係佢。強生嬰兒特滋潤沐浴露，雙重滋潤功能，補充水分，鎖緊水分，令肌膚好似 BB 咁嬌嫩。而家仲有好多人話我皮膚幼滑，不過滑成點，淨係佢先知啫。嬌嫩肌膚，恒久擁有強生嬰兒沐浴露。BB 開始識行識走，想佢 fit 到流油，轉食助長奶粉嘅時候就要揀安怡寶。安怡寶營養豐富均衡，脂肪含量仲啱啱好，唔太多又唔太少，唯有佢自 fit 香港 BB 嘅脂肪攝取量，所以安怡寶滿足到佢哋嘅成長需要。有安怡寶助長奶粉，你嘅 fit BB 就更加 fit 啦！美讚神 ，Happy Birthday！ 要口氣清新自然，朝綠箭啦，含100%天然薄荷，因為你永遠唔知幾時需要佢嘅。想保持口氣清新自然，朝綠箭啦！新聞時間，香港回歸後咧，唔少學校嘅教科書咧都要改版㗎。我哋君啊，其中以經濟及公共事務科教科書咧需要修改嘅地方咧係最多。係啊，咁部分嘅出版商因為改唔切版，咁就索性推出臨時課本。不過教育界人士就批評啦，呢啲課本嘅內容錯漏百出。要美斯講下。呢本中二嘅經濟及公共事務教科書只得2個章節，出版社話係免費派俾學生讀住先，直至到正版下個月印好為止。不過呢本叫做有待更正版本嘅臨時版，裡面好多資料都唔正確。好似喺介紹第一屆特區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時，就仍然用返彭定康95年政改方案中新增加嘅9個組別，但其實下年嘅立法會選舉根本唔會再有呢啲組別。另外，本書將一國兩制嘅一國解釋做中央政府有權力治理特區，同中方一直強調嘅港人治港明顯有出入。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本書咁多錯漏，唔出好過出。不論教同學呢，都係基於一啲呢係過咗時啊，唔係咁正確嘅資料啊，同埋名詞。咁而呢啲嘢一學咗教咗呢，將來你想洗甩佢而換過另外一套呢，係好難嘅。而採用呢本教科書嘅學校就話，佢哋幾日前先至收到本書，未曾研究過內容，唔知有冇錯。教育署表示啊，佢哋仲未完成呢本書嘅審批過程㗎。咁至於出版社有冇偷步出書呢，就要詳細研究過先知。亞洲電視記者苗美思報導。有臨時市政局議員認為，市政總署需要改善小販管理隊嘅紀律，同埋加強同警方合作，先至能夠避免尋日小販管理隊同小販發生衝突嘅事件。譚偉雄報導。琴日嘅衝突有3個小販管理隊員受傷，警方要召機動部隊警員增援，先至可以控制場面。有臨時市政局議員認為，小販管理隊喺執行任務嘅時候，經常得唔到警方嘅配合，咁令到非法擺賣嘅情況日趨嚴重。我哋嘅市政處嘅同事呢，係打3個9向警方求援嘅。咁呢種呢，就係溝通方式，同普通市民呢遇襲呢採取嗰個行動呢係冇乜分別。咁佢哋話，目前市區有44個深夜非法擺賣嘅小販黑點，但只得5隊小販特遣隊負責掃檔。有議員就話，根本係起唔到阻嚇作用，而小販管理隊亦都存在紀律問題。署方咧一路都話我哋其實係有一個機制去監管嘅，但係咧呢個機制咧一路都冇有效嘅運作，甚至有啲咧即係嗰啲
即係管工同佢哋一齊去飲茶咁。臨時線局街市及販商管理委員會已經計劃提前檢討小販管理隊嘅編制同改革，並且要求警方加強配合佢哋嘅掃蕩行動。亞洲電視記者譚偉雄報道。一架城巴中午喺青衣懷疑引擎故障，車尾冒出蒸汽，司機要緊急疏散車上大約100個乘客，冇人受傷。事發接近中午㗎，呢架 E22號城巴由九龍城碼頭開出到東涌，行到長青隧道口，懷疑車尾引擎故障冒煙，司機緊急疏散車上大約100個乘客。事件中冇人受傷，乘客話係巴士漏冷卻水而冇蒸汽㗎。一項調查顯示，有90%喺過去3年曾經參加過旅行團嘅市民贊成旅行社諮詢委員會嘅建議，規定旅行團領隊要接受訓練課程同埋註冊，確保服務質素。譚偉雄報導。現時除一啲本地導遊需要領牌外，所有帶團外遊嘅領隊都無需要接受專業訓練。民主黨一項有關領隊質素嘅調查發現，600幾個過去3年曾經跟團外遊嘅市民，有超過90%認為領隊係需要有專業訓練。咁另外有近90%嘅人認為領隊需要註冊㗎。最重要，我認為嗰個訓練呢，就係嗰個係危機處理、應急意外，甚至乎有啲first aid， 即係嗰啲急救係嘛，即係有啲急救嘅簡單嘅常識，可能佢都需要。佢建議政府全面檢討領隊質素，開辦短期訓練課程，同規定旅行社要聘請有註冊嘅領隊。亞洲電視記者譚偉雄報道。美國空軍又發生撞機事件㗎，2架 F-16戰機喺亞特蘭大附近上空相撞，成為4日之內第5宗美軍戰機失事。2架空軍 F-16戰機琴晚喺新澤西州亞特蘭大市對開95公里嘅大西洋海面上空進行訓練嘅時候相撞，其中一架戰機事發之後安全駛返去機場，另一架機就跌咗落海，機上2個機師及時跳傘逃生，由到場嘅海岸防衛隊救出，咁受傷送院。今次已經係美國空軍戰機喺4日之內第5宗失事。另外，喺非洲納米比亞對出海面搜索嘅人員，有越嚟越多嘅證據證明德國一架運輸機同美軍嘅貨機喺大西洋上空相撞墜毀，而美軍官員就話出事嘅2架飛機係冇安裝到防撞嘅警報系統。任善芳報導。美國國防部透露，懷疑喺納米比亞對出海面上空相撞嘅德國運輸機同美軍貨機並冇安裝可以防止飛機相撞嘅預報系統。呢個系統自舊年空難導致美國前商務部長布朗同另外34人喪生後，美國當局下令喺商務客機同所有美軍運輸機上都要安裝。The Air Force is not installing it on planes that are within 5 years of retirement, and this plane would have been retired in several years. 而繼前日揾到德國運輸機殘骸後，搜索人員又喺同一地點附近發現美軍貨機嘅殘骸。加上美國衛星喺上星期6美軍貨機起飛後1個鐘，喺揾到殘骸現場發現一道由爆炸造成嘅閃光，導致越嚟越多證據證明失蹤嘅德國運輸機同美軍貨機經已相撞墜毀。至於喺失蹤嘅33人當中，現時只係揾到一具女性屍體。有份負責搜索行動嘅德國指揮官巴克拒絕喺現階段推測飛機相撞原因，但南非航空機師協會總經理比爾就表示，非洲機場嘅航空控制儀器落後又殘舊，控制人員缺乏訓練，根本唔能夠提供安全嘅航空服務。亞洲電視記者任善芳報導。喺日本吹襲九州嘅颱風奧利華造成至少6個人死亡，幾千人無家可歸。颱風奧利華嘅威力十分大㗎，令到九州大部分地區變成澤國之外，市內嘅交通亦都癱瘓，市民要用獨木舟代步。好多地方呢都被水浸㗎，學校呢亦都唔例外，老師忙於清理課室，而好多嘅市民呢就趁住有太陽，將被浸濕嘅家私雜物搬出屋外面曬乾，並且清理周圍嘅積水。天文台話啦，預計颱風奧利華將會喺今個星期稍後吹襲西南部嘅本州。又到體育嘅時間啦，堅成。好，唔該。歐洲足協杯第一圈4支英格蘭超級聯賽球隊喺第一回合作客都係唔能夠贏波㗎，利物浦只係逼和咗些路迪2-2。
利物浦同些路迪有成31年係未交過手㗎，開波只係短短嘅6分鐘，17歲嘅奧雲令佢哋有個好嘅開始。些路迪要等咗足足嘅47分鐘先至揾到追和嘅機會，麥拿馬拉要多謝對手解圍唔到，抽入死角。瑞典國腳拉神單刀搏到詹士犯規，獲得個12碼。當年尼射入2-1立反超前。完場前嘅1分鐘，英格蘭國腳麥馬拿文個人就表演，佢由後場一直係帶到些路迪嘅前場，喺峨眉月射個內彎嘅香蕉型入波，替利物浦係追和2-2。另外，紅色衫嘅阿仙奴作客希臘對住薩洛尼卡就輸波㗎。下半場打咗16分鐘，沙菲里奧截到溫特本嘅解圍波，同隊友撞牆之後，再交俾費斯高斯射入㗎。阿仙奴結果係輸0-1。而另一場嘅歐洲足協杯，意大利國際米蘭喺第一回合就領先瑞士嘅納沙泰爾2-0。國際米蘭嘅金童朗拿度勁射罰球，多名保夫都唔敢接。朗拿度喺意大利聯賽開齋就入咗波，佢梗係想喺歐洲賽同樣證明自己嘅能力。好衰就唔衰，遇正納沙泰爾嘅龍門多名保夫係打到上晒身，令到朗拿度冇啖好食㗎。上半場兩隊打成0-0。下半場開賽13分鐘，佐卡夫喺右路嘅一次進攻，佢係傳去遠處，朗拿度撞入，國際米蘭卒之係打破僵局。蒙里路教正隻斯卡左棍扣射中柱，救咗納沙泰爾一命。但佢哋只係行咗一次運嘅啫。巴西牛援伊利亞斯省中對方嘅球員，協助國際米蘭係贏2-0。而喺澳洲，一個7歲嘅小畫家嘅作品就被選為公元2000年悉尼奧運會嘅海報。悉尼奧運會一共有5幅嘅官方海報，只係得7歲嘅加富連係以游水作為主題嘅作品，率先成為其中嘅一幅㗎。佢話希望將來可以做一個游泳嘅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好啦，睇返新聞提要。又有一批香港人坐船去釣魚台宣示中國擁有主權。參加15大嘅新疆官員首次證實，分離分子上年年初開始活躍。印尼反華暴動至少導致20幾人傷亡。各位新聞報道員，周偉。